箴言和合本第9章1至18節，智慧建造房屋，鑿成7根柱子，宰殺牲畜，調和旨酒，設擺筵席，打發使女出去。自己在城中至高處呼叫，說：誰是愚蒙人，可以轉到這裏來？又對那無知的人說：你們來吃我的餅，喝我調和的酒。你們愚蒙人，要捨棄愚蒙，就得存活，並要走光明的道。只斥褻慢人的，必受辱罵；責備惡人的，必被玷污。不要責備褻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；要責備智慧人，他必愛你。教導智慧人，他就越發有智慧；指示義人，他就增長學問。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，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。你藉着我，日子必增多，年歲也必加添。你若有智慧，是與自己有益；你若褻慢，就必獨自擔當。愚昧的婦人喧嚷，他是愚蒙，一無所知。他坐在自己的家門口，坐在城中高處的座位上，呼叫過路的，就是直行其道的人，說：誰是愚蒙人，可以轉到這裏來？又對那無知的人說：偷來的水是甜的，暗吃的餅是好的，人卻不知有陰魂在他那裏，他的客在陰間的深處。